Trip Life 推介江門性價比家庭出行 Staycation 酒店。1. 江門新會碧桂園鳳悅鳳凰酒店，位於新會區中心，臨近萬達廣場、小鳥天堂、梁啟超紀念館、龜峰山國家森林公園，豪華雙床房1晚包早餐，送巴貝高世界比比親子樂園2大2小門票，限時經起價低至426。2. 江門名冠金海悅酒店，香港直通車直到酒店，臨近五浮華僑廣場，商務套房1晚，包2大1小早餐，限時經起價低至489，送熊貓親子樂園門票，四季御池養生館2大2小自助晚餐，專享四季御池2大1小養生館溫泉。3. 恩平山荃灣溫泉酒店，酒店周邊係開平赤坎古鎮，高級水景雙床房，私家抱池，2晚包早餐，限時經起價低至852，送無限次山荃灣溫泉成人門票，雙人親親語聊。4. 赤坎古鎮金墟酒店，2025年新開酒店，位於赤坎古鎮僑鄉國際旅遊度假區，雙床房2晚，連住包早餐，送活動1火秀紅色婚禮沉浸式劇場，限時加送赤坎古鎮景區成人票，仲有景區內交通擺渡車接送，限時經起價低至947，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，記得點開視頻介紹或評論區鏈接睇睇啦。